My name is Kim Namjoon, also known as RM, the leader of the group BTS. 你有冇試過俾人講一句你扮咩有意見啦？你即刻收聲靜咗。你明明冇做錯㗎，但你開始懷疑係咪我真係太多意見？嗱，今集聽完之後呢，你就會知點樣將你原本想講嘅聲音說話，慢慢好有底氣咁講返出嚟。Hello， 我係 Miss Min 姐。歡迎返嚟 Brave Towards Self 系列裏面嘅與 BTS 勇敢走向自我。呢個節目我哋係用 BTS 7個人嘅真實故事，加埋一啲心理學同埋一啲暢銷書嘅參考，去陪你由呢4種嘅智慧，分別係 EQ、AQ、MQ 同 FQ， 去慢慢建立嘅情緒力、抗逆力、價值觀同埋財富思維，練成一個更有價值嘅你自己。而今集嘅主角呢，就啱啱喺開頭嗰個聲音片段呢，佢已經自我介紹咗啦。佢就係金南俊 RM BTS 防彈少年團嘅 leader 隊長。大家一定要記住呢個次序，係先會有金南俊呢個人，隨後先會出現有 RM 同埋係 BTS 嘅隊長。而你今集可以拎走嘅唔係 BTS 嘅冷知識，係一套你聽完今日就會用得着嘅方法。但首先呢，睇我哋香港人成日遇到嘅一個問題先。我哋香港人呢，由細到大都好多時會聽到呢句說話，唔好咁多嘢啦。讀書嗰陣時呢，如果你太有意見呢，喂，你唔好駁嘴啦，咁多嘢講。如果你返工太有原則呢，都話你唔識做人，收嗲啦。如果你想講話做創作呢，喂，唔好發夢啦，可唔可以實際啲啊？如果你鍾意 BTS 學人追星呢，唉，你唔好咁幼稚啦，你幾多歲啊？所以好多人呢，慢慢學識一樣嘢，就係慢慢咁將自己收細，唔講咁多，唔問咁多，唔表達咁多。表面好安全㗎，因為冇人話你啊嘛。但你有冇發現，如果你慢慢將自己越嚟越收細嘅話，可能有一日連你自己想要乜嘢，你都唔敢講出口。講開呢樣嘢呢，我諗起一個香港人，佢都係個非常好嘅代表。佢係邊個？我哋留返最尾嗰度先同你講。佢就係成世人都係示範緊一樣嘢，就係點樣唔怕得罪人，但係又唔會變得刻薄，仲要有自己嘅品牌添。好啦，講返我哋今日嘅主角。一個唔夠20歲嘅後生仔，佢好鍾意文學，鍾意哲學，成績好標炳，有傳佢嘅 IQ 係高達148。但係佢由細最鍾意嘅係 rap， 所以佢開始寫字，甚至走去地下嘅 rap 圈，開始有人注意佢啦。所以最後佢堅持咗選擇自己嘅夢想，佢唔理父母嘅反對，入咗娛樂圈做 idol。結果兩個世界都唔接受佢，地下嘅 hip hop 嘅圈會話佢做 idol，你簡直出賣靈魂啦。idol 圈又會話佢，哇，你都唔夠靚仔，邊及標準去學人做偶像啊？開個電話，成個 mon 都係惡評，一條一條咁係咁衝出嚟，係咁湧出嚟，全部都係攻擊嘅。但係佢冇截圖出嚟反擊，佢打開個電腦繼續寫佢嘅歌。呢個人就係 RM 啦，而佢嘅一個選擇就係我唔急住還拖，我繼續做返自己信嘅嘢先。呢個就係我哋今集我哋想拆解嘅，當你面對俾人質疑嘅時候嘅態度。喺講落去之前呢，首先都睇下你哋自己點樣去表態先。問下大家一條問題，聽住啊，然之後將個答案擺喺心裏邊就得啦。當你俾人質疑嘅時候，你第一個反應係邊一款呢？ A. 沉默，將說話吞返落肚先。B. 解釋，我要盡量令到對方明白我。C. 即刻反擊，我都冇嘢錯。D. 唔出聲，用行動去慢慢證明。你係邊一款呢？記住你嘅答案
A、B、C 定係 D， 唔使急住去判斷邊個係啱或者邊個錯，因為呢個唔係考試，呢個只係幫你去睇清楚你自己嘅選擇啫。因為今集主要我哋係講4種智慧裏面嘅 MQ， 即係德商，意思就係你處事嘅原則、道德同埋價值觀。當你面對困難嘅選擇時候，你係憑住乜嘢去支持你嘅決定呢？你有冇搞清楚自己嘅身份、自己信乜嘢，同埋有冇一個自己嘅底線呢？我哋會用 RM 嘅故事睇下每一款選擇嘅盲點喺邊。從2014到2016年係 BTS 出道時候最黑暗嘅時期，嗰陣幾乎日日都有面對好多嘅惡評，有人會質疑佢哋嘅實力啦，有人會攻擊佢哋個外表、衣着，甚至有人可能話：喂，你應該快啲解散啦！呢隊 band 啱啱嗰陣時候，我哋公司咧亦都面臨一個好嚴重嘅財困。BTS 嘅成員真係有考慮過解散。RM 作為一個隊長，面對嘅壓力當然係最直接啦。一般人遇到呢種情況，通常會點諗？一係咪崩潰咯，一係咪死撐咯，扮晒冇嘢咁。而 RM 就回想一個問題，佢哋對團名 BTS 防彈少年團嘅名字係點樣由嚟嘅呢？原來當初揀嘅時候，佢哋嘅意思就係話係抵擋好似子彈一樣嘅社會偏見、批評同埋壓力，守護住年輕人嘅音樂同埋價值，朝住我哋夢想不斷成長嘅青春，就係憑住回憶翻呢一個信念，成為咗佢而家嘅道德指南針。當你夠清楚自己信乜嘢嘅時候，外面嘅聲音就唔會咁容易帶走你。到2017年後 ，BTS 就成為韓國最大嘅組合，而佢每一首嘅專輯裏面嘅歌曲，仍然係圍繞住佢哋當初嘅信念而創作嘅。呢個就係所謂嘅道德誠信啦。2018年 ，RM 代表 BTS 喺聯合國大會度發表演講，面對全球嘅媒體，喺全世界嘅面前帶出咗一個主題。佢內容係咁講嘅：我哋要學懂點樣去愛自己，然之後就要為自己發聲。We learn to love ourselves, so we have to speak yourself。佢揀咗講一個好誠實、好脆弱嘅故事，關於一個曾經唔中意自己嘅年輕人，亦都犯過好多嘅錯誤。點樣一步一步咁學識去愛自己？嗱，呢個就係 RM 喺道德嘅勇氣上面最佳嘅示範。因為喺韓國社交文化裏邊，男性係絕對唔會公開場合示弱嘅，因為係有社會嘅代價。點樣睇嚟？但係佢明知有代價，佢仍然選擇講真話。喺香港嘅生活嘅日常生活中呢，道德勇氣呢都其實係好小事，成日都會出現都未定啊。例如喺會議室，有人提出一個你覺得有問題嘅方向，你會唔會講出嚟？又或者喺朋友圈裏邊，有人講一啲你唔認同嘅說話，你會唔會保持沉默，或者去表達你哋嘅睇法？記住，道德勇氣唔係衝動，係深思熟慮之後，仍然去選擇應唔應該誠實。不過，我當然仲有一個好重要元素要補充嘅，就係要有底氣。底氣乜嘢？底氣要儲翻嚟嘅，由從你嘅信念嘅堅持，從你嘅行為嘅言行舉止一致，令到人哋都深深去體會到，同埋都覺得相當尊重嘅時候，你就會形成有一個某一個地位或者身份，咁你嘅說話就會更有影響力啦。跟住嚟，我哋睇下 RM 嘅道德領導法啦。RM 係 BTS 嘅隊長。佢嘅隊員裏邊有年紀大過佢啦，有唱歌叻過佢啦，亦都有跳舞好過佢。咁佢點領導呢？
嗱，佢方法咧就係用感召型領導，佢唔係靠職位或者權力去叫人服從，佢係靠佢嘅價值觀同埋行動，令其他人都願意去跟隨佢。當 BTS 幾乎解散嘅時候，RM 係最先要穩住大家，同埋要面對傳媒去解釋。當業界質疑 BTS 嘅路線嘅時候，係 RM 而最先要堅持，我哋唔好改變風格去討好嘅市場啊！道德嘅領導力嘅關鍵就係佢嘅底線，就決定咗成個團隊嘅底線，所以佢嘅要非常之清晰，同埋非常之守得穩。要明白 RM 內心嘅世界呢，有一首歌一定要睇啊，就係 Answer Love Yourself。嗱，呢首歌嘅核心主係講咩呢？佢話有時候愛自己比愛人更加難，因為對自己嘅標準往往都比別人更加苛刻啊。嗱，對於 RM 嚟講呢，呢首歌呢係一個佢自己好個人嘅一個功課，一個從細就俾人期望係好叻、最叻，又要領導成個團隊，又要喺全世界面前保持好強大、好穩重，所以對佢嚟講係最難做到嘅課題。喺多個訪問裏邊，佢曾經分享過大致嘅意思就係咁。佢話佢寫呢首歌嘅時候，佢都有問自己：我係唔係真係做得到呢？我係咪真係做到去愛自己啊？我都唔知啊。但係我知道我真係好想能夠去到嘅地方，識得點愛自己咯。好多香港人一聽到話愛自己咧，起晒雞皮，覺得好肉麻，好似要日日咁對住塊鏡咁，哎呀我好靚啊，好叻啊咁。但係 RM 教我哋嘅愛自己，唔係盲目咁覺得自己完美，係要對自己誠實，對自己好啲。其實愛自己係好簡單、好實際嘅咋。比如今日，不如試下唔好再踩自己一腳啊！唔好話自己渣，唔好話自己冇用。今日又試下拒絕咗一件你令你覺得自己好辛苦嘅事，試下 say no。又試下今日認同一件事，覺得其實你做得好係值得俾人尊重嘅。不妨用少少時間去諗下。真係要對自己好啲。而今集呢，我好想引用一本好出名嘅書去迎合我哋今集嘅主題。個書名就叫做《被討厭的勇氣》，入邊有一個好核心嘅概念，叫做課題分離。好簡單，就係話我點樣做呢？係我嘅課題，但係你點睇我呢？其實係你嘅課題嚟嘅。RM 面對成個網絡傳媒嘅惡評嘅時候，佢好清楚一樣嘢：黑粉去討厭我係黑粉嘅課題，我控制唔到。但係我要唔要繼續做一個好善良有腦去帶俾人希望嘅人呢？嗱，呢個先至真真正正 RM 自己嘅課題。轉翻香港生活裏邊一樣，你想轉工，你屋企人可能好擔心你，又驚你唔穩定啊，又驚你唔習慣。呢種擔心呢，係你家人嘅課題嚟嘅，佢係咪學識俾你成長，俾你去負責任呢？又例如你開始做創作，朋友會話你發夢，嗱，佢點睇你呢？係佢嘅課題嚟嘅。你要做嘅係要搞清楚你自己嘅課題，究竟你真係想要啲乜嘢？呢件事對你嘅價值係咪真係咁重要？就算有人唔明你嘅時候，你可唔可以好成熟咁嘅方法去為自己要負責任？嗱，人哋嘅眼光呢，我哋係唔控制唔到嘅，我哋只係要跟住自己嘅選擇、價值觀同埋點樣去活好我哋自己嘅一生，先至係我哋嘅課題。但係當然我要補一句好緊要嘅就係課題分離呢，唔等於你唔理別人嘅感受。真正嘅勇氣係我仍然尊重你嘅感受嘅，我俾你去擔心，我俾你話我覺得似我發夢，但係我唔會因為你講完我就會放棄自己嘅價值、自己嘅選擇咯。好，講到呢度呢，我記得早前講過，我哋會俾方法你呢，教你點樣去講返自己嘅聲音，成為自己嘅代言人嘅3步就可以啦。先嚟第一步，
揾出你3個嘅底線先。唔使好誇張啊，好宏大嘅，可以好生活化。例如我唔會接受俾咁多人面前踩我咯，我唔想用健康去換一個認同感咯，所以我就要陪你去食煙啊、飲酒啊、夜蒲。我亦都唔想為咗合群去扮成另一個人咯。好簡單咁寫3個你認為你自己嘅底線係乜嘢先。第2步就係準備一句唔攻擊但好清楚嘅說話。比如有人會笑我，你做 podcast 啊，可能開始做創作啊，咁你可以點講呢？點樣回應呢？我明你可能你覺得我好突然有咁嘅諗法嘅，但呢件事對我嚟講真係好重要，所以我真係想認真咁試3個月。呢句說話呢有3個重點嘅喎。第一，我冇攻擊過對方啊。第二，我好清楚講件事對我有幾重要。第三，我具體有個期限喺度嘅。呢個主要呢就係話唔係我想去反駁乜嘢，而係為咗令到自己唔會因為人哋一句質疑，我即刻就啞口無言。第3步係用穩定嘅行動證明，唔需要急住去說服所有嘅人。RM 冇即刻去反擊。佢用咗4年用音樂去回應，你越急住解釋就越容易俾人帶走你嘅情緒。真正嘅回應有時唔係一定要大聲，反而係持續咁做出你所相信嘅嘢就足夠啦。記唔記得早前我哋講有一樣叫底氣啊？RM 嘅底氣呢，絕對唔係佢一個人呢就可以磨練到出嚟嘅，佢都有賴 BTS 其他7個成員合力去支持佢。其他嘅成員係點樣幫 RM 呢？梗係唔係淨係幫佢還拖啦，係咪？而係佢哋會互相大家會協調啦，大家亦都互相補不足，亦都互相安慰，從而令到 RM 有個空間可以做返佢自己，佢都可以驚，佢亦都可以開心，亦都可以去關懷別人啊。有時候呢，一個人嘅底線守唔守得住呢，都唔係淨係睇佢自己個人有幾硬淨，仲要睇佢身邊有冇一班人肯聽佢講嘢，同埋能夠支持佢嘅人，咁先守得最緊。早前我講過，有個香港人成世都係示範緊，佢唔怕得罪人，但又唔會刻薄，仲要成為一個自己嘅品牌添。佢係邊個？就係黃子華。子華神嘅成功呢，唔係靠討好嘅市場，佢嘅棟篤笑呢，係敢於批評社會嘅現實，去解構人性嘅弱點，講好多人唔敢講嘅說話。呢種嘅道德勇氣呢，係令到佢成為香港娛樂圈建立咗一個其他人冇辦法複製嘅品牌。RM 同黃子華大家嘅背景截然不同，但係佢哋嘅 MQ 呢，係一樣嘅。講你真正相信嘅嘢，即使係好少數派，用你最誠實，而唔係用你嘅討好去建立你嘅品牌。喺被討厭的勇氣裏邊呢，有提到一個觀念，用嚟去形容佢哋呢2個呢就最貼切啦。佢話喺人際嘅關係之中，自由嘅代價就會俾人討厭，而放棄咗自由，代價就係你會喪失成為真正嘅自己。當你討好呢個大圍嘅社會時候，好多時都會迷失咗自己。子華神同 RM 其實講緊嘅同一件事。面對質疑嘅時候，最高級嘅回應唔係證明對方錯，而係繼續活出一個真真實實嘅自己。去到尾聲啦，返返我哋之前嗰個小測試，你揀咗邊一個？ A 沉默， B 解釋， C 反擊，定係 D 行動呢？如果你揀 A 嘅話呢，你嘅盲點就係太委屈自己啦。不妨溫柔咁講出你嗰條底線係乜嘢啊？如果揀 B 呢，你又太想對方明白你，記住越解釋越容易俾人哋帶走你嘅情緒啊！只要需要講清楚一次就夠啦，唔使等對方去認同噶。佢點睇係佢嘅課題啊嘛。如果你揀 C，你嘅盲點就會傷害自己。試下慢啲，唔使急住贏嘅。如果你揀 D 嘅話呢，
你就真係好似 RM 啦。但係就好容易咧去到一個極端，就係乜都唔講，啞忍得太耐，身邊人都估唔到嘅你究竟你條底線係乜嘢。不妨喺行動之前講一句你嘅底線出嚟，俾人清晰知道啊。其實裏邊咧係冇邊個答案係錯嘅。RM 用咗4年嘅時間，由一個被2個世界都拒絕佢嘅年輕人，變成站在一個聯合國嘅舞台，為一代人去發聲嘅 leader。佢唔係因為完美先至講嘢，係因為佢好清楚自己先至會有底氣。如果呢一集最有價值嘅一句說話，可能就係當你面對質疑嘅時候，最高級嘅回應唔係證明對方錯，而係要繼續去活出一個真正嘅自我。嗱，如果今集咧你覺得係有 feel 嘅話咧，又啱聽咧，記得 like、訂閱同埋分享，同埋喺我哋嘅 YouTube 咧頻道度不妨留言你哋嘅道德測試嘅答案啦。你每一個支持都係我哋繼續做落去嘅理由啊！下集我哋會講一個成日都帶住陽光，好似永遠都俾人希望嘅成員，但佢真正嘅力量唔係因為佢嘅笑容，而係佢會點樣去接住其他成隊人嘅情緒啊！你估到佢係邊個未？我係 Miss Min， 面姐，一個鍾意講故仔嘅人。起點呢，有陣時我係冇辦法選擇，但係終點呢，絕對可以由你創造啊！等你嘅靈魂蝴蝶從今日開始飛翔啊！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Find your name and find your voice by speaking yourself. I'm Kim Namjoon and also RM of BTS.